歡迎嚟到 QE Book，我哋用廣東話解讀世界好書，記得訂閱，一齊用廣東話讀世界。各位香港人，你哋平時返到屋企係咪已經攰到咩都唔想做？明明想做運動或者進修下，但最後都係攤喺梳化度滑手機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書就係 James Clear Atomic Habits， 中文譯作《原子習慣》。呢本書可以話係改變無數人命運嘅經典，特別適合我哋呢啲生活急促嘅香港人。點解？因為佢唔要求你一夜之間變超人，而係教你點樣靠每日1%嘅進步去改變。首先我哋要明白1%法則。好多時我哋想減肥就會 set 佢目標1個月減10磅，但係咁大嘅目標往往令人好有壓力，好快就會放棄。作者話，如果你每日都可以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就會進步37倍。相反，如果你每日退步1%，一年後就會跌到接近0。所以習慣好似複式效應一樣，短期睇唔出，但長期累積落嚟就好驚人。第二個重點係目標同系統嘅分別。香港人好鍾意 set KPI， 但係 Clear 指出目標只係你想得到嘅結果，而系統先係你點樣去到嗰個結果。如果你淨係成日掛住嗰個目標，達標之後你就會失去動力，你唔會升到目標嗰個高度，只會跌落你系統嗰個水平。呢個真係一針見血。所以與其成日掛住考到牌，不如專注建立每日溫習半小時嘅系統。第三件事亦都係最核心，身份認同。要真正改習慣，要由內到外。假設你想戒煙，有人請你食煙，你話我戒緊煙同埋我唔食煙係兩回事。前者仲當自己係一個食煙嘅人，後者已經將自己當成非吸煙者。你想養成跑步習慣，唔好淨係講想跑步，要話我係一個跑者。你每一次嘅行動都係為你新嘅身份投下一票。跟住作者提出行為改變4大法則。第一，提示要顯而易見。如果你想放工後去做 gym， 唔好將運動服收埋衣櫃底。出門前將健身袋擺喺大門口，甚至帶返公司。呢個就叫環境設計。你要將好習慣嘅提示放喺顯眼處，反過嚟想戒壞習慣就要令提示隱形。想少食零食就唔好買返屋企。第二法則，渴望要有吸引力。人類係追求多巴胺嘅動物。你可以用誘惑捆綁呢一招，將你想做嘅事同你必須做嘅事綁埋一齊。例如規定自己只可以喺其實內單車嗰陣先至可以睇 Netflix，或者聽鍾意嘅 podcast， 又或者加入一個文化群體。喺香港你可以參加路跑社或者讀書會。當你身邊嘅人都覺得某個習慣係正常，你自然會有動力去跟隨。第三法則，回應要輕而易舉。好多時我哋做唔到係因為阻力太大。呢度作者教咗1招2分鐘法則。任何新習慣都要縮到2分鐘內可以完成。做半小時瑜伽變成鋪好瑜伽墊，溫習3小時變成打開呢本書。第4法則，獎勵要令人滿足。好習慣通常係延遲回報，壞習慣係即時回報。食炸雞即刻覺得爽，但長遠會肥。去做健巴下好辛苦，長遠先有腹肌。所以我哋要人為咁製造即時滿足感。例如用習慣追蹤器，每次做完運動喺月曆畫個大交叉，見到連勝紀錄越來越長，你就唔想中斷，或者定個規矩。每次忍手唔買無謂嘅嘢，就轉50蚊入一個叫做日本旅行嘅戶口。當你建立咗基本習慣，就要挑戰金髮女孩原則，即係 Goldilocks Rule。人喺面對難度適中嘅挑戰時，最容易進入心流狀態。提議你會覺得太難，你會覺得挫敗。要啱啱好有少少挑戰性，例如平時跑5公里，下個禮拜就試下跑5.5公里，慢慢將極限推高。只要你持續留喺呢個幫好嘅區間，你就會不斷進步。5個建立習慣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潛能平原，或者叫失望之谷。你好努力做咗1個月，但係體重冇變，薪水冇加，英文冇變好。好多人喺呢個位就會放棄，話原來都係冇用。但 James Clear 提醒我哋，努力並冇白費，
只係被儲存起嚟，好似冰塊由零下10度慢慢升溫，到咗0度嗰一刻先會突然融化。喺香港呢個咁高壓嘅城市啊，每日搭地鐵加班應付家人期望，壓力真係好大。咁正因為咁，我哋更加需要原子習慣。因為我哋冇時間去做大刀闊斧嘅改變，搭車個半小時，與其滑 IG，不如聽下有營養嘅 podcast 或者睇幾頁書。食晏嗰陣刻意行遠啲去買外賣，當係做咗運動。呢啲微小嘅改變加埋一齊，就會重塑你嘅人生軌跡。總結嚟講，原子習慣教我哋改變唔係靠意志力，而係靠系統。令好習慣嘅提示顯而易見，增加吸引力，降低阻力，並且要有即時獎勵。同時將壞習慣嘅提示隱藏，令佢變得毫無吸引力，增加難度，並且有即時懲罰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問自己，邊一個微小習慣可以令聽日嘅我比今日更好？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記得 like 同訂閱 QE Book Book 到。我哋下集再一齊解讀更多好書。拜拜。如果今集有啟發，歡迎留言 like 分享同訂閱 QE Book。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本書再見。